正道甲成功有约，请曾牧师。亲爱的孩子，大家平安。伫咱要领受上帝话之前，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主，阮伫敬拜时，心中甲你约束，独独你是阮的上帝，阮要一生服侍你。至上的天父上帝，阮进入你的圣殿，我用敬拜来尊重你的圣尊名。愿你的国临到，伫阮的心内，亲像伫天顶。你来掌管，愿将阮的人生交托你，甲主你誓约，愿主你甲阮伫地，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设立新的约，互阮踮伫你的恩典中间，对即时到永远，阮同心祈祷，我甲耶稣的圣名，阿门。所听的弟兄姊妹，今仔日我甲咱分享的即个题目，是一本真有影响力的一本册，伊是30年前所出版的一本册，这本册伫全世界大概卖超过4000万本，4000万本。这本册影响全世界真侪人，因为追求成功是人类共同的愿望，是吗？追求成功是每一个囡仔成长的过程，是大人对因的期待。成功的课业、成功的事业、成功的婚姻、成功的人生。但是圣经内底并无讲成功的人生这项代志。那呢，圣经安怎甲咱讲？伫这个世间追求绩效，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所追求的就是 KPI， 就是一个公司伊要有真好的业绩做生意要有好收成甲收入，这才是一个成功的人生。但是伫信仰中间，圣经安怎甲咱讲？上帝安怎讲？耶稣安怎讲？这个题目会通甲伊改做与神有约，与成功有约。其实伫圣经中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上帝安怎讲，就安怎成就。所以人的成就是在上帝的手中。愿天父上帝帮咱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讲。上帝，我将我的一生交托你，我甲你誓约，对我到我的世世代代，到我的子子孙孙，主，独独你是阮家族一切成就的主。因为圣经对头到尾就是讲上帝成就，无人会当靠家己的话来成功。但是圣经讲，谁能说成就成呢？圣经真正是安尼讲，有智慧会当讲。成就就成就，但是圣经讲，上帝所讲的话，每一句话拢带有权柄，伊就安尼照安尼来成就。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伫圣神的帮助中间来思考，耶稣所应允成功的人生是什么？耶稣无讲成功，但是耶稣讲成就了，成了。特别耶稣伫12节。伊最后一个时刻，伊讲成了，意思就是上帝交代我的使命，我已经完成了。上帝伫我的生命中间上宝贝的旨意已经完成了。愿今仔日的圣经真侪咱的祈祷，特别以赛亚今仔日的圣经62章第3节，伊讲咱若伫上帝的手中，咱的生命若交伫上帝的手中，将这句话背起来。伊讲，咱的生命若交伫上帝的手中，就要成做上帝手中水的王幕、华冠，跟上帝手掌心的美丽的冠冕。意思就是讲，咱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咱要成做贵重的器具。愿这句话祝福你的人生，嘛祝福恁的家族，甲恁的子子孙孙。愿天父上帝照伊家己应允的话，就肯。成功不是这世间的成功，是上帝国。因为上帝主耶稣讲，恁就安尼祈祷，愿你的国临到，伫地人亲像伫天人。恁就安尼祈祷，成就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
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带。圣经中间所讲的成功，甲这个世间的成功无同款。虽然若用业绩、用成绩来讲是一致，但是圣经并不是用一般咱的做事业这个角度来看，因为伫这个世间，就是会趁钱的公司，都是好的公司。但是基督徒开公司不一定是安尼，因为不是所有的钱拢会上趁。君子好财，取之有道。所以基督徒，咱的一生不是用世间的标准来做今仔日的标准。所以今仔日腓立比的教会保罗所写的批信，对咱来讲是一张真宝贝的批。兄弟姊妹，因为腓立比书内底第1章23节，保罗讲：我甲耶稣基督结连，迄种的活命是好得无比。圣经中间唯一一次出现讲好得无比的生命。保罗讲：我甲耶稣基督做伙，我就是基督，我死就有利益，得利益有福。所以保罗看伫耶稣基督内底的活命，迄种的成功，甲这个世间的成功无同款。所以愿圣神帮助咱读今仔日的圣经会了解，因为保罗讲，上帝要通过耶稣基督对天顶将生命的奖赏，将生命的报赏来赏赐予咱。所以兄弟姊妹，拍开咱的心，来领受上帝所赏赐咱天上的奖赏。保罗伫腓立比书中间，伊所讲1章23节，伊讲那是一种好的无比的生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一生中间，若不是上好的我不爱。咱甲主耶稣讲，你是上好的主，你是一个完全的主，你是一个荣耀的君王的囝。所以，若不是上好的活命，我不爱。所以，做你上帝的囝，天国的子民。咱的生命应该是荣耀尊贵，阁有价值。兄弟姊妹，咱甲上帝讨讲，若不是上好的活命，我不爱。兄弟姊妹，当你为着你的囡仔成功来祈祷的时，用耶稣的心做心，咱的祈祷若健康，祷告的好，人生的工作就有果效。所以今日我要跟咱讲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功课，就是学习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的祈祷，学习什么是上帝看做好、真正的成功。愿咱伫主耶稣的话来得到帮助，因为主讲，就算这你赚到全世界，但是那赔上你自己的生命。伊伫这个所在咧讲起天国的价值跟属世的价值。世间人的眼光所看，为了一切，甚至连生命都当牺牲。是不是是咧讲起为着上帝的国度，活命都会当奉献？但是这个为着世间的荣华富贵的奉献是无同款，因为耶稣讲有什么人会当用什么来换你的生命呢？原来你做面前，咱甲主讨讲，主人生只有一摆。但是，我要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将永活的奥妙放伫我的生命中间，互我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成功。基督徒的成功有两种，第一就是成就上帝伫咱人生的计划。真正基督徒的成功是我的生命跟神的计划一致，所以我的生命来当完成上帝伫我生命中间的计划。这就是成功的人生。第二，成功的人生就是幸福甲丰盛。因为主耶稣讲，我来到这个世间是为着要互世间人得到丰盛的活命。兄弟姊妹，幸福是圣经中间一个真要紧的应允。咱若爱诗篇，你就知影诗篇中间上要紧的一个应允，就是有福气的人。因为诗篇第一句话第一节就是安尼讲：什么种的人有福气？每日三思上帝的话，就亲像树栽种伫溪水边这种的人。
是有福气的。耶稣伫伊山上宝训，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中间，伊所讲8福，天顶的祝福。天顶的祝福就是人要正做上帝的囝儿，人要看见天国，人要看见天开。马太福音最后8福的中间的3个福就是：你要正做上帝的囝，你要看见天国，因为天国是恁的。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弟弟伫今仔日的礼拜，听咱的祈祷。兄弟姊妹，咱是上帝宝贝囝，不是最好的生命我不要。咱不是贪心，咱嘛不是妄求。圣经讲，你们求却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咱甲上帝讨上好的生命，不是妄求，因为耶稣讲，恁就完全，因为恁的上帝。恁的天父是完全，咱那个上帝讨迄个好的无比的生命，这是上帝讲，我本地就是要互恁这种的生命。咱伫每一摆的礼拜，咱拢得到天顶的祝福，求天父上帝，甲咱抱伫伊的手中。今仔日的圣经讲，恁若伫耶和华的手中，就要成做伊水的王母，要成为华冠。白话字的圣经，甲伊翻做水的王母。兄弟姊妹，咱将咱的生命甲伊摕出来，交互咱的上帝，将你的宝贝囝对你的心中甲伊摕出来，交互上帝。咱甲上帝讲，毋是照我的旨意，乃是照你的旨意。神掌权的生命，人的生命要转变。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对咱讲话。腓立比书第3章，今仔日咱读2段，真长。这段话有一句咱真熟悉的一句话，叫做"向着标杆直跑"，对不？忘记背后，努力向前。这是一句真励志、真鼓励人的一句话。这句话非常重要。伊讲向着标杆。亲爱兄弟姊妹，咱通过聚会，咱通过灵修，咱通过读圣经，通过听讲道，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圣神甲圣经的帮助，咱得到咱人生的标杆。同意吗？兄弟姊妹，没有方向感的人不可能成功，无方向感的人无可能会成功。与成功有约这本册内底，伊咧讲起人成功不是没有道理的。成功的人有成功的特质，只要见的是因为成功的条件。这本册讲7种成功的个性，7种成功的态度。其中的第一，其中一项就是有标杆、有方向感，因为伊有正确的价值判断，所以伊知影什么是有价值，甲什么是无价值。所以弟兄姊妹，愿咱伫上帝面前，咱学习保罗。伊讲，毋是讲我已经得到，或者我已经完全，独独行进前，通得到耶稣基督所要得到我的。这句话咧翻译有一寡无好翻译的所在，因为伫圣经的译本的中间有2种的版本，一种的版本说，伊讲通过耶稣基督，伊要得到的我，意思就是我的生命的主权和耶稣得到，我幸福伫耶稣基督，我为伊来活，因为伊为我死。所以耶稣得到我的意思，就是伊得到我生命的主权。我对主耶稣讲，按照你，我完全幸福。个第2种的翻译，伊讲要得到耶稣所爱我得到，耶稣所爱我得到。伫好好本的圣经，伫这句话的背后有一个括弧，伊讲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所要我得着的。主耶稣带咱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伊爱咱得到伊家己的荣耀的画面，这就是耶稣基督得到咱的目的。所以保罗佮讲落去，到伫最后14节、15节，伊讲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主耶稣基督从上面呼召我来得到的生命的
奖赏。14节、15节伊安尼讲：恁伫恁中间，若要做完全的人，毋通存第二种的心，就是讲不要旁心，莫有其他受搅扰的心。独独只有一项，上帝要将这种的心放伫恁的心内。伫今仔日的礼拜，愿圣神将标杆，就是上帝伫你生命中间伊的计划，讲互你听，互你知影。咱来到这个世间，每一个人拢有咱家己的使命。成功就是完成使命，成功就是活出真我、真正咱的生命。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祷告，主耶稣，你赏赐予腓立比的教会迄种好得无比的生命。保罗伫你的手中，伊讲：这个世间所有的荣华富贵，前我看做宝贝。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看伊做本色，真大的转变。一个人看荣华富贵做宝贝的人，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伊看独独无有什么种的价值比耶稣更加宝贝。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互这句话吸引，咱甲上帝讲：神啊，我要这种好的无比的生命。我嘛为着我的囡仔来祈祷。虽然我的家庭是平凡，袂堪得啊。咱一般咱伫农村的社会，咱这个社区大汉，咱有甚物人，咱敢夸口讲，我的囡仔要做人中之人，要成做一个安那好的无比的生命，不是咱。那有上帝伊的本性伫咱的内底，我们的生命就好的无比。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将这种标杆就是天国的价值。伊讲，这是对天顶所赏赐予我的奖品。温数成功的人，伊最重要就是伊知影伊为什么来活，伊嘛知影伊的一生是为什么来打拼甲努力。愿圣神帮助咱在座，特别是咱的囡仔，互咱的青年。因有这种的智慧甲热情，会当向上帝来祷告。主啊，我将我生命的杯捧起来，我将我的生命的杯捧伫你的面前。主，求你甲我填满我生命的杯，改变我对眼光开始，改变对我的眼光开始。后来对我只有一个专一的心，独独向着标杆直跑，没有恶心，独独只有专心。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我将这本的册名改做《与神有约》。我相信兄弟姊妹恁同意。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成功与成功有约是人人拢爱，所以真侪人买这本册，因为大家拢想要知影讲，我着怎样做，我的人生才会成功。但是徛伫一个信仰的角度，兄弟姊妹，咱早就已经有你手中的圣经，这本圣经叫做《与神有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读有了解。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三个真要紧的智慧。第一，犹太人因为明白上帝的话，所以因才做一个全世界上优秀的民族。拄则《与神有约》这本册咧讲起成功者也必然的需要的关键特质。但是兄弟姊妹，恁敢知影？伫全世界中间得到诺贝尔奖上介多的民族是对一个民族？犹太人。伫全世界对安尼100年来，有诺贝尔奖开始颁发奖赏，无超过1000人。但是其中有20%以上是犹太人。兄弟姊妹，全世界拢在研究讲，为什么犹太人这个民族这么不起眼？但是因为今仔这个时代展现出来遐尼特别的智慧。因为圣经讲，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有智慧的人，伊知影美感，伊知影标杆，
会知影价值。所以听姊妹，你相信这句话吗？所有真侪，无论是心理学者，无论是社会学者，因拢咧研究为什么犹太人因伫全世界有遮尔大的成就，毋是干那诺贝尔奖尔。恁若有了解美国的社会，恁知影犹太的族群控制美国真侪种特殊的行业。犹太人控制美国的金融界，足强。犹太人控制全世界的钻石的交易，这个贵重的金属、贵重的这个珠宝。犹太人控制美国的这个医疗，就是医学院教育。所以有人讲犹太人有三个条件，互因真做全世界上优秀的民族。第一就是犹太人的教育，是伊这点讲是对。犹太人是真注重教育的民族，但是我个人感觉，与其说教育带给犹太人这种遮尔大的祝福，我感觉是信仰。因为因的教育，介简单来讲，就是信仰的教育。所以兄弟姊妹，第二，因讲犹太人，因是一个真 IQ 足悬的人，所以有真无聊的人去做测验、做统计。伊讲平均犹太人的 IQ 赢过所有美国的白人的比例，高过至少10个百分点。就是讲 IQ 若是100到110的差别。我感觉统计这无一定有极大的意义。IQ 是啥物人？互咱的，上帝互咱的。圣经讲，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圣经有真侪话咧讲起，圣神踮伫咱的内底，咱就真侪有智慧的人。所以我讲这个故事，毋是要利诱咱大家，是要甲咱讲起一个信仰对人类的祝福。犹太人因为明白是什么人决定成功，所以因选择敬拜，因为因相信成功是对上帝所赏赐。今仔日圣经讲，咱若伫上帝的手中，这句话是啥物意思？交托，咱若将咱的生命放伫上帝的手中，将咱的主权交给上帝，决定咱的一生的成就，就是这个上帝。愿咱伫伊的话中间来得到帮助。所以圣经中间咧讲起成功有两个真要紧的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一个人若完成上帝的旨意甲计划，就亲像耶稣基督。耶稣不谈成功，却谈成就。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将咱的一生甲上帝结连。一个将家己人生交予上帝，甲上帝参详的人，伊的生命要有份伫上帝伊的丰富，甲伊的荣耀。所以耶稣才甲咱讲，成就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愿天父上帝帮助，请注意这句话。这句话是号称全人类历史中间曾经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所罗门。伊讲一句话，伊讲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是通学乐的上帝，因为伊亲嘴讲，就亲手成就。现在我特别用红色的字体来跟咱做分享。上帝亲口说，叫亲手成就，你相信吗？上帝若亲自甲咱讲的话，所罗门讲，耶和华我的上帝亲嘴应允，互大笔，就是我的老爸的应允。亲嘴所讲的应允，就照安尼成就。现在圣经本身最要紧的重点，就是上帝应允。对亚伯拉罕开始，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讲：你要离开你的本乡本土，我要互你成对大国。亲像天顶的星，甲海边的沙。兄弟姊妹，上帝应允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一直到今仔日，迄个迦南地拢是以色列即摆所徛起的国土。兄弟姊妹，上帝亲嘴讲，亲手成就，这就是咱的信仰。愿咱
相信上帝的话，亲像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到今仔日，因了个尊上帝最大。愿咱也因为安尼，有份伫上帝所赏赐以色列人的恩典。第二，成功的人生就是生命的发展完全。圣经耶稣所讲的，就是人活出真正内在的自我。咱的生命才对一个上帝起头所创造，迄个水的我。伫今仔日的时代，有真侪人自我的图像不好，自卑感，伊感觉伊生做无水，伊感觉伊一无所成。真侪人对自我生命的图像是不满足的。亲爱的姊妹，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伊讲：我要互恁得到丰盛的活命。耶稣所讲的丰盛的活命，就是伊要帮助咱发展出成熟跟成全的生命。你相信吗？我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耶稣，咱甲伊讲：主，在我不能，但是在你，凡事都能。人改变人困难，人改变人困难。咱会当做父母，但是咱的囡仔无一定啊啦，是咱会当决定伊的人生。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底，互咱的家庭，互你的囡仔生命的发展，因为真理，他就走在生命之光。因为耶稣讲：我是世间的光，踮伫我内面的人，就无搁再生活伫黑暗中。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与神有约。圣经真侪宝贝的话，其实就是成功的关键。咱读遐尼侪册，咱受遐尼侪教育，但是咱无拄拄真正做知影，什么是成功的秘诀？拄则咱所读所罗门，伊看到伊老爸的人生，伊就知影人生成功的秘诀。伊就讲，上帝亲嘴所讲的话，伊就亲手来成就。兄弟姊妹，咱若相信，咱就得到。愿咱伫主的面前，咱求圣神帮助咱，互咱会通明白成功真正的必要的重点。我感觉成功伫圣经中间上少讲三项：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无智慧的人真困难找到生命的标杆。无智慧的人有当时做代志无要领，你同意吗？有智慧的人，伊做代志有策略、有谋略、有能力。以赛亚书11章第2节，伊讲上帝的灵若踮伫人的内底，人就要得到智慧，得到聪明，得到策略，得到能力，得到知识，得到聪明。过来，最后一项，圣神若踮伫人的内心，人要有敬畏耶和华的灵。一个人若敬畏耶和华，他就得着所有加所讲圣神的好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成功的人就是得着智慧，有健康的态度，有好的生活习惯。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伊的保守中间。这就是拄则我甲咱分享犹太人为什么他们得到关键性伫世界中间呢展露出来的优秀。伫研究的中间，有人讲三项代志：第一，因的教育；第二，因的基因甲人无共款。敢有影？或许，伊咧讲起犹太人伫因所受到历史顶悬所拄着苦楚、苦难、亡国，所以有真侪心理学家甲人类发展的学者，因讲苦难其实是造就犹太民族脱胎换骨最要紧的整个蒙恩蒙福的秘诀。对出埃及开始，苦难就是犹太人伫信仰跟历史顶悬展现出来脱胎换骨一个真要紧的秘诀。愿咱伫上帝的帮助中间，咱领受圣经所讲的圣神的帮助。拄则我甲咱解说以赛亚11章第2节，伫这个所在咧讲起耶和华的灵展现出来6种不同的特质。耶和华的圣神、耶和华的灵，若踮伫人的心中，迄个人就要
充满这六项的代志。第一，智慧；第二，聪明；第三，谋略；第四，能力；第五，知识；第六，敬畏神的心。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想述伊家己本身。等咱的生命内底有耶和华的灵，我们的生命的发展就健康。而且生命的发展，人若无上帝个迄口气，人若无上帝所想述咱的迄个灵气，咱真困难活出真我。求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每一个你的家庭甲你的囡仔。求天父上帝将这个圣神真侪想述咱生命的快乐。保罗伫以弗所书3章20节，伊讲：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兄弟姊妹，这句话咧讲起成功的力量，就是人生命中间运行的力量，是圣神的快乐，也就是智慧的能力，也就是上帝以掌权，神成就超过所求所想。阿们。愿这句话咱读了后，咱有一个感动，讲上帝，我需要你的圣神伫我的生命中。求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咱的上帝是圣洁的，所以咱就亲像伊，因为上帝家己讲，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恁就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上帝。恁就顺转，亲像恁的天父上帝。这是耶稣所教示咱的话。伊讲，恁应该就要完全，亲像恁的天父上帝完全。这句话意思就是，人若看到你，就要看到创造你的上帝。那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态度。人看到咱，敢有看到耶稣基督？伊活伫咱的生命中间。2个礼拜前，我甲恁分享的题目，活出基督，有无？活像耶稣基督。互人伫咱的生命中间看到耶稣，愿主帮助咱做礼拜时所听到的圣经节，利益到咱生命的帮助。因为耶稣讲，你们生命的发展要完全，不要做身心障碍者。恁的灵魂、恁的心思、恁的情绪，拢未得到完全。愿主帮助咱。第二，我要甲咱分享就是。怎样安怎祈祷？祷告的好，就活得好；祷告的好，就工作的好。耶稣无教伊的学生讲道，但是耶稣教伊的学生祈祷。所以我的老师嘛甲我讲，你若要成做一个讲道人听会清楚的人，你要多祷告，因为祷告的好，你的工作就有果效。兄弟姊妹，咱若爱成做成功的人，咱爱知影祈祷的代价。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成做一个会晓祈祷的基督徒，与神有约。祷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感觉，若是今仔日这个题目上重要，就是代表的祈祷。这嘛是牧师伫每一个人生日，咱做伙祈祷的时，我最后拢会为伊祈祷讲。求你赏赐我智慧的心，互我会晓得算数我家己的年日。这是代表伊的祈祷。诗篇90篇12节。主啊，求你教示我，怎样算数家己的年日。人一生是70，永总通到80，其中所夸口的是什么？不过是劳苦忧愁。求天父上帝赏赐我智慧的心，互我知影我为什么来活。我为什么来死？知影伫我的一生中间，我要怎样管理我每一天的日子？这叫做生命的投资。一个有智慧的生命投资者，他的生命必然是有成效的。愿天父上帝帮助。耶稣讲，注意第一句话，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声，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成就伫什么所在？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愿主的旨意伫咱的心内，亲像伫伊是温饱做前。
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耶稣讲：恁就这样祷告，恁就爱先祷告上帝的国度降临，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完全，因为这是基督徒的祈祷。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祷告的好，咱的生命就有果效。保罗讲：因为上帝就要照伫恁心内圣神所带来的亏力，充充足足成就美事。也这放伫你的手，放伫你的心，为你的心祈祷讲：主求你的圣神踮伫我的内面，运行成就一切美好的事情。主，你是听人祈祷的上帝，你怎样讲，你就怎样成就，超过阮所求所想。愿天父上帝甲咱撒加地定。最后伫今仔日的礼拜，就常常为着咱人生的标杆来祈祷。现在今仔日倒去，你若愿意，你定心甲腓立比书第3章，甚至规本的4章，腓立比书足短，甲4章尔，你通一口气甲读好了。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你伫你的上帝面前甲伊祷讲：主啊，我为着我的囡仔生命的标杆来祈祷。因对细汉的时阵，我就甲你讨上帝，你想使我的囡仔有生命的方向感。一个囡仔若没有生命的方向感，这就是天顶的鸟啊，它就没有眼睛，伊就无在条飞翔。兄弟姊妹，咱知影鸽子，它是先天有一个 GPS 伫伊的生命中间呢。上帝创造人。瞓觉的我都感应到宇宙的磁场，所以瞓觉的飞时，它有一个方向感。伊伫什么所在出世，伫什么所在生活，它无论该放伫什么所在，它生命就有一个很自然而然的方向感，它会回家。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互咱有一个天生的属灵的方向感，这就是上帝所赏赐咱生命的标杆。恒心寻求。这就是追求标杆的人。像这罗马书第2章第7节足重要。伊讲专心追求什么？荣耀尊贵跟不朽的幸福。一个智慧的祈祷就是求讨这个代志。一个恒心寻求不朽的幸福。兄弟姊妹，上帝就用永话来赏赐因。愿咱接纳这句话，成做咱的祈祷。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讲：独独你是我心所爱，是我心所求。也愿上帝的圣神帮助咱，成做一个懂得祷告的人。我们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跟不朽的上帝的祝福。愿咱伫伊的面前，咱有新的改变，有改变。咱对价值观的判断，愿主耶稣基督。伊的十字架帮助咱，不追求成功，而追求天国的降临成就。主甲咱撒加地地，互咱有新的价值观念。过去今仔日，以前咱看做对的，不一定是对。愿咱伫主的面前，因着耶稣基督，咱知影什么是有价值，什么是无价值。所以保罗讲，竭力追求。竭力追求耶稣所要我得着的，和合本的圣经翻译就是安尼，就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得着我的。他的另外一个翻译叫做所要我得着的。今仔日咱唔知要哪祈祷，但是耶稣亲自将咱的祈祷的内容甲伊的祝福就赏赐给咱，是一种好的无比。保罗伫这个所在所讲的标杆，自保最好的宝贝，就是咧讲起好的无比的生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这就是保罗所讲，上帝所赏赐我从天而来的生命的奖赏。愿主将这个宝贝赏赐给咱的家族，到代代无尽。咱当心来祈祷。主伫今仔日的礼拜，你的圣神感动阮，与神有约。阮来到你的面前，将我的性命
甲你参详，将我的囡仔来仰望你，祝福我的细囝亲像所罗门，会当看见你怎样伫阮的家族中间，你的教示，你亲嘴所讲的话，你就亲手照安尼来成就。所以你互我的囡仔伫我的生命中间，看见这个信仰的力量，也看见上帝你的真实，主帮助阮的家族与神有约，到代代无尽。我来恳求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